这有人上去。我手吗？你看上位是这样，4-3啊，攻耍了无啊4-3没奖，没奖。就存4-3嘛。对，我是没有在小孩子。再来。啊？你把后面的那个计算表说到。没有，那不会写。多少杯了？对吧？谁杀出来？来4-3，人与自然的互动。人与自然互动。单头前讲啊侪物件吼。咱会讲，伫地球内底，咱是普通人角色。我会记早我细汉的时阵吼，我的课本起来讲古语，叫做人定胜天。迄阵吼，拢会讲。我们开凿了横贯公路啦，哈，征服大自然啦。结果这几十年的时间啊，横贯公路断掉，修了又断，各种天灾，我们才发现啊，咱连自然的名好，我们人不可能胜天。你存着胜天的想法，你终究被自然吞噬掉。所以啊，这股要安怎改？改自己的，改一个字，不要胜，要怎么样？人一定要顺天而为，好，顺天而为，不要想胜天，好，人讲的天命难违，不然讲既然有天命，那我就随波逐流，不是？你在里面，你的角色里面去奋斗，这嘛是天命，所以。咱们一个尽人事而听天命，就是安尼。你做好该努力的，但是其他的事情要怎么发展，自有天命，自有天命。所以我真正讲啊，人一世人吼，其实你爱。上重要的代志啦，我感觉上重要的代志，就是你要判断什么是你可以努力去改变的，什么是你无法改变的，你要分清楚这两种。然后呢，针对你可以改变的事，你去努力；不能改变的。那个不在一起啊。又能怎么样？你也不要去烦恼，也不要去忧愁，他就会这样子走。但是，终究你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的，你要努力去做。问题是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什么？下改善自然的环境里面，就你可以做到。好，来，所以第一来讲，咱你会拄到地动，你无跟你讲，我地动，我叫他不要来。像很多预言家哦，我不是吓你哦，很多预言家哦，不约而同都指向，在今年会有很大的天灾，在地震，在日本附近，
哎，有没有一回事？啊，我们就是处在地震带上啊！我听人来讲过，咱拢处于地震带上，问题是你有防备，你无可能叫伊袂卖药啊！问题是，你若像921，足侪人暗时啊困者，困袂起光，是安怎？去用抬起来啊，埋在土里面了，可是没有死哦，死掉就算了，没有死啊！你想看嘛？没有死怎么办？等人家来救援啊！你也让单瓦布，你在那个等的时间里面，你如果身边没任何的饮水食物，你要动啊！你懂了，那是，结果你是活活的渴死跟饿死的，你还不是被地震压死的，那不是更可怜？啊，你有这种危机意识吗？你有想过，我今天身处于地震带上，我可能晚上我就那个梁压下到上面还有空间，没有把我压死，但是我伸手可以到的地方拿得到的东西，有够我动几工，所以你在提醒大家，基本的东西，来加龙骨，放在一个包包，晚上睡觉放在你手拿得到的地方。内底有啥物？饮水、干粮，手电筒，这是上重要的啦。啊，钱要找我这是，看情形啦，因为你若大个你嘛无这个物件啦。那个不止地震，不止地震，我讲过，战争也是一种人祸，战争也是一种人祸。你从乌克兰一个导弹击落来，拄啊击到恁兜的大楼的厝，袂放落来，马上疏散哦！最短的时间收拾好你随身的东西，马上避难的。你爱偌久？来，我建议讲过标准，你要疏散到，你讲防空洞也好，紧急避难所也好，你的包包的物件，至少爱动你3天，让你活3天，你需要什么？自己想一想，吃的喝的。要冻3天啊，排的这是标准啊，排的走的物件吼，你排去内底物件互你冻3天啊，下当处理的吼，比如讲你守在家里，你也不能出门了，哦，你自己家里，包括你或是全家人，标准3礼拜，3周。因为你家面积比较大，你要想想看哦，今天有灾难发生，天灾人祸、战争发生，我来讲哦，你有消息出来啦，莫讲拍着你啊，你若消息一出来，讲金门啊、马祖有封锁啊啦，开战了啦，我跟你讲，你出里面全脸上面超商，我保证你货架上所有全部净空啊，所有物资绝对被人家搬光啊。你要买都买不到啦，但是可能过几天在调度上会恢复啦，不过当场有的，你绝对买不到。每一个人听这个消息，平常放娃娃底下，一到那种绝对冲出去，扫光民生物资。你之前看过那种排卫生纸、买鸡蛋有没有？那时候有没有战争啊？没有啊，只是一个
媒体的谣言而已啊。结果你看到手巴呢，手巴过交女啊，今天真的说发生了灾难了，你想想看，还会有肾吗？他没有肾，买不到怎么办？你厝里槟榔是钢骨。我来用标准的是东西，家里的3个礼拜的量，不买东西，啊，你还要分哦，有水电跟水电都没有了，有水电就是你还可以煮哦，没水电的你只能吃现成。够不够？够不够？所以这忧患意识拢爱建立起来。这是我讲的，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做到的，你不能做到让地震和地动卖动，你也卖去烦恼讲，哎呦害啊，大家底下想天塌下来怎么办？地裂开来怎么办？免烦恼，哎，到时阵咧，你烦恼哎，那也不可能改变的啦，他就会天命他就要来。但是你可以做到的是，你可以该准备的做好准备，包括药品，纱布消毒的，这个其实都有课程，它就是属于民防课程哦。也都有书哦，你等你那个 YouTube 上，你可以找到太多影片在教你说你要准备什么东西，你要发生了你要怎么应变，懂没？这不是我们课程，但我们课程只是提醒你要去做这个，简单的讲要怎么做，你要有忧患意识，好，就用地震的时阵，你安怎？我有来讲过无？地震要不要跑？地震发生要不要跑？我跟你们讲过的最简单的判断标准，你们还记不记得？你如果还在想考虑要不要跑的时候，绝对不用跑，就闭眼闭。要跑，你绝对不会怀疑。我讲过啊，今仔日你看到恁兜的这横梁规安尼凹下来断掉了。你还会看着他说我到底要不要跑？不会啦，你绝对不会怀疑的。你看到你兜的碰椅规组位这边壁碰椅边壁，这种的地震你敢会底下看到那个碰椅弄位家底下想讲我要不要跑？不可能要跑，你绝对不会怀疑，你还会怀疑说，姚战我要不要跑？你还会思考的时候，你还会怀疑，打问号就是不用。那时候跑出去，很可能被踏死在里面，因为很惊慌，结果没有被地震咬死。不过即使那样子强烈要共轨，那你要跑也跑不了呢，你背拢背袂出，你规个扔卡。所以准你来掩蔽，因为咱建筑物的设计咱进一点，咱进厝是要那鬼样灾，我们是震灾那个。地震区域，所以我们从921之后，我们把我们的建物设计标准定得很高哦，定得很高，你要越多的钢筋结构就要越强哦，你的房屋成本就会变高哦。不过这也让我们的房子更安全哦，让我们房子，每像你定位看缅甸地震有无？摩天大楼吼。有够壮观的，整个好像就这样全塌下来哦。没像豆腐渣工程，所以第一震，譬如说它现在可以耐震6级，7级来了，会不会倒？照道理来说，它应该会倒，不过通常是一开始不会倒。然后停下来之后，你就要跑了，因为它在余震下来，可能只有4、5级摇一下，它可能就塌下来。也就是说，
它虽然6级，可是它的耐第1级的远比它的设计高。可是第二，余震来，遐大地动一定有余震的啊，有余震你一定无可能摇一摆就刷了。啊，余震虽然它小，啊，不过你前面已经超过它的那个级数了，你后来再来，你可能轻轻摇一下就垮下来了。所以你要看你小跳困的，就你紧造出来啦。所以你要关闭火源，假如日本神户大地震，伫个大都市，足侪人是会休息，有地人地死。迄阵到处火灾，消防队来不及救，而且地震的路都断了，消防队过不去。所以神户大地震死于火灾比死于地震还多。无爱拍开，无卡死啊，关袂起来。然后趴下脸部稳住这种感觉，头发嘛红哭掉，所以要眼闭，所以闭对，你来教学闭对，国家防灾日你用演习过，要躲哪里？桌子底下，或者中间也可以啦。走到中间也可以啦，但是你的头部要用书包掩护好啦。因为日光灯，你要像有的日光灯会卡落来啊，卡落来个头靠了，老会摇臂上面要掩蔽，不是靠这个桌面，就是靠那个。你啊，你厝林嘞，你啊厝林摇甲照你掩蔽人讲诶，你爱找迄个恁房间结构较稳固的，恁房间结构较稳固的，就是恁兜上细间的对入去。一般人是浴室啦，厕所啦，当然有人可能很特别，然后把它盖得比房间大，应该不会啦，空间小表示它四面的那个墙比较密嘛，所以也较稳嘛。还有一个袂歹的所在，你若无外远你会当开始摇足大的时阵你会当装伊恁兜的冰箱边啊。冰箱作用的冰箱的结构很稳它整个是钢体所以它比那个这些什么砖瓦可能还坚固，还有冰箱有很多东西，万一你没有出入埋着，有时候你房间那个你还到不了冰箱，那你先冲到冰箱旁边，就会有一个兄弟一礼拜伊用挖出来去挖的因为因拄仔秘伫冰箱边靠冰箱内底物件食一礼拜，就得救了，所以冰箱旁边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你要看你比你房间偌大。检查瓦斯管线，注意讯息。这地动啦，地动咱一定会注意。来，很过洪水，水灾啊！你讲看河堤公园，另外那个山洪爆发了，台风了，跑去河堤公园打球。河堤就是伊在平常是做健人公园，但是河水泛滥的时候，它会淹到那里去，所以它无可能，袂当剔除的啦，它袂当剔除的。当然平常时迄个排水这就是讲，落大雨时阵爱注意啦。来，后壁这有关系3分土石流，水崩山啦3分，来这有一个有可能会考的，咱比较解啥名？因为咱的沉积岩是一站，不过因为迄个受到地壳变动的推挤，也呈倾斜状态，再加上侵蚀，人家山里面的岩层走是这样，
啊，一顶甲一顶中间吼，它很容易脱落，所以对比叫顺向坡。山坡的走势甲迄个岩层坡度的走势是同款的，迄边叫顺向坡。啊，无同款这边叫逆向坡，啊对一边较危险。当然顺向坡啊，因为顺向坡在规片会骨落来啊，尤其是你遮人开发三角开挖，把这三角这里挖掉了，没有支撑了，更容易滑下来。啊，你若厝去你家咧，几十年前迄个台北环境的新北市林肯大郡3栋厝，偌好诶，袂偌好诶。广告词根本会让下，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结果谁知道小河里面水灾多，山坡土石流，这栋倒下来，把第2栋压歪了，靠在第3栋。第3栋人还有敢买住吗？不用，第3栋我有担心。新厝哦，跟人贷款哦，贷款还要付20年、30年哦，血本无归，房子不能住的，房子修贷。这问题在哪里？知道？那个时代牵扯是官商勾结，假喏，这叫山坡地。这山坡地，袂当，袂当互你起厝来，咱起厝迄叫建地啦。问题建地偌侪钱？建地一坪一坪算的啦，一坪10万20万啊，那个卖建地，山坡地是一甲地这样卖的啦。啊，都简单啊，谁管土地划分？政府啊，爱分下山坡地啊，我若今仔财团，我把规片山坡地买落来，足爽对无？我三钱哦，政府的官员讲，你帮我地图甲改一下，把山坡地改做建地，这可能破亿、上亿的呢，我弄了几千万给政府的官员。所以官商勾结这样，老百姓不知道啊。我买厝，我哪知影这政府核准的建地诶，合法的呢？我一生的积蓄搁借钱去买落来，结果住无偌久，有的人搬入来就搬入去的，这个厝倒落来，变受灾户。有啊，当初提核准的官员。退休的退休，会很可怜。那时候很久以前的事了啦，来，加落3分的好料，中这减少摩擦，加重这一个土。这也就3分，其实最重要是人为开发啦。咱的山顶吼，有人为开发，是安怎？把大樟树仔撤掉，定金足深的。啊无你想看嘛？迄山偌久啊？山底下徛遐爆几百万年了，该崩下来的早就崩下来了啊！是安怎？咱人去安怎？把那个树砍掉啊！树砍掉干嘛？种有价值的东西啊，什么东西？茶叶对，还有槟榔树，还有什么？蔬菜、水果，就这样较好谈啊。开咯，去游乐园，去高尔夫球场。去高尔夫球场，你有拍过高尔夫球？
十几年前我当过导师哦，我当过1年导师，带了1年级，带了1年之后，那个校长就给我拉上来当教务主任。我那1年跟我班，我还记得是1年14班哦。我那时候我教学生涯唯一带1年导师。你知道我体育课给他们上高尔夫球。你有想过哦？体育课上高尔夫球，不是这样而已哦。迄阵阮月考的下晡哦，阮月考的下晡还是放半天假，也就是只有考早上半天，下午是回家，中午就放。我第3天考完，第1次段考，全班大家去高尔夫练习场，1人交100块买球，家长也欢迎来，也有家长来。这个高尔夫球场无开啊啦，伫咧监理所边啊啦，南特边啊个台糖友会啊，阮台啊，你看一棍国一的鱼啊哦，我已经找最边边的球道啊哦，都插到彩标用挂出去，他们打升到中华地。你知道第2次段考我带他们去哪里？保龄球馆。全班滚球大赛，我体育课上这样子。我刚刚高尔夫球是很有意思的哈、高尔夫球那个东西哈、我同学讲来，我们现在开始比赛，谁能把球打得最远哈，谁就是冠军。高尔夫是这样，你越想把球打得远哈，那球越飘来越近。你越用力哈，你来动这棒球啊，用力被它给出去哈，它越飞不远。你越轻松，它越远。打高尔夫球哈，你不能把它当成棒球这样来，你要当成什么？你有看过有一种叫链球，链球就是一条铁链绑着一个重的东西啊，甩，然后把它飞出去。你要把那个球杆，虽然那个球杆是硬的，你要把它当做硬。对，所以讲到是，我一直10几档啊，结果按照我来讲，高尔夫球场真正是水土保持做歹。我下过几次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真的是那个草皮哈，你光看那个电视高尔夫球赛有没有？那草皮不会看起，有够心旷神怡啊，有够水的，每个那个草都整理的这样子，一片绿的都是短的。各位知道要形成那个草，要用多少的农药？不要说根本没有树的根定在那边。所以高尔夫球，后来我感觉不是很环保的运动啊。当然，运动量也不足。不过有些老人家你就只能打高尔夫啊，你也不能。我今年去球场哦，开玩笑说，你高尔夫球运动量，那有什么运动量啊？我就杆子背出去，然后就上球车开到那个球的地方去，然后再敲出去。球场那么大有什么用？不过我不是哦，因为我打的球都乱飞，所以都是球车到不了的地方，不是掉到水池就掉到树里。所以我都要自己走路去。所以我讲你刚刚拍高尔夫球袂好啦，我运动量拢不足，我运动量拢都很充足，因为我拢袂当坐车。我的球还曾经飞到过别人的球道，人家打我一颗球，从别人的球洞飞进来，高尔夫球有18洞嘛，本来那个球洞正常，它都是这样排过去的，我们在打的时候失控，那个球就乱飞嘛。不过到练习场还蛮好玩，练习场不是啊，练习场就是大家比赛打出去而已。后来118页，土石流给3分的一种，其实3分有3种。除了咱讲的土石流，
另外两种我们比较少看到，一种是火山的碎屑流。有几种火山除了喷发岩浆之外，它还会喷发那个碎屑下来，火山灰啦。什么火山会喷发火山灰？聚合性板块的火山。你若张力性板块的火山，它就只会喷发岩浆而已。还有一种我们更不会看到，雪崩。这嘛是剩3分的一种。无咱落雪个无看过雪崩，无阿尔卑斯山常来都有雪崩。他们雪崩最好的坡度，也就是滑雪。雪崩最容易发生的坡度，正好就是滑雪最好的坡度。因为你想想，坡度太陡了，早就该掉的雪然后掉下来；坡度太平了，没有重力，雪不会滚下来，不会有雪崩啊。因为正好这个30几度到40度这种坡度啊，偏偏这种坡度就是滑雪最好的坡度。你有看过滑雪开始滑雪崩，结果那个雪在后面追，他很疲惫身体没有溜那么快过，因为在逃命，就逃到一个转弯，赶快往旁边一绕，然后雪崩又从他旁边扫过去，不，规个人又尬进去啊。所以这些都算山崩啊，我们土石流是其中一种而已。2019年莫纳克风灾，小林村整个超过400位的村民就被活埋。再来120页偏轨，这些都是大自然，但是我们人为会去破坏，然后把它撤去外了，所以我们也要用科学的方式去建一些水库，水库也有环保的问题啦，所以中共局啦，我们活在自然中就要关切这个，关切这个。高价。我经常讲说环保问题，关切归关切啦，你要从自身做起，你要了解说你要跟自然共存，我要共的是人定顺天，人定顺天，不要胜天。所以你就会尽量活得比较环保一点。来，咱看后标一个126页，咱有一个讲碳足迹的，碳足迹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碳足迹。你去加个油，这个全部加了油，全部消耗掉又有碳足迹。甚至你去弄一个产品出来，这产品的过程、制造过程也会有它的碳足迹。所以我一再强调，我来讲，我要强调每一个我们有一个禁止用塑胶的政策，今麦个无嘛，之前禁用塑胶吸管，我其实就有点反对那种政策，应该说很反对。我认为那是假环保。为什么我认为那是假环保？我自己是不喝饮料，所以我也不会用吸管。可是你饮料店禁止用吸管之后，我突然间收到了一堆不锈钢吸管，都是因为这个政策导致很多人买了不锈钢吸管来送的。我本来就没有用吸管的，你知道一根不锈钢的吸管的碳足迹大约等于1万根的塑胶吸管。你今天如果有用饮料喝吸管，也就是说你这根不锈钢吸管，你要用1万次，你才这个碳足迹才抵得上塑胶吸管。你有把握1万次之前，这根吸管不会丢掉吗？
更不要说我都没有在用的，我怎么用到1万次啊？结果我家就一堆不锈钢吸管，还不是一支而已哦。你说这是环保？你搞到光这是环保，你这个政策是环保政策，我讲你给笑。你要了解一件事哦，为什么塑胶袋、塑胶吸管这么便宜？塑胶袋、塑胶吸管烧了之后有没有毒？二氧化碳跟水，它为什么那么便宜？就是它是石油化学工业的副产。炼油的过程中，你不做成吸管，不做成塑胶袋，它一样就烧掉了。它是附加的产物而已。你不要我做，它一样烧掉，产生的二氧化碳跟水一点减少也没有。让你了解我说什么。为什么说这个禁塑政策是假环保？你给我拍几张海龟鼻子上插着塑胶吸管的照片，说你要支持禁塑政策。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海龟的鼻孔为什么会插着塑胶吸管？不是因为你用的塑胶吸管，是你吸管乱丢啦。你今天换成不锈钢吸管，你再乱丢，海龟鼻子插的就是不锈钢吸管。你要处理问题，你搞错这个因果关系，你在讲什么？那没有逻辑的啊！我今天用塑胶吸管，我好好的丢垃圾桶，我垃圾不要乱丢，我怎么会到海龟的鼻子去？有，所以。我一直认为说，环保是道德问题，道德问题不应该立法，它会反效果，甚至造成灾难。道德要从自己做起。我今天如果是自己甘愿去买不锈钢吸管取代塑胶吸管，我就不会有浪费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用它一辈子，不会说像我完全没有用吸管的，我收到了4、5组不锈钢吸管。都是这个政策造成大家厂商拼命做不锈钢吸管，结果它产生的碳足迹比你进政策之前还严重。那你说这真的环保吗？这是环保商业诈骗啊！我们讲这上面省电灯管很多都是一样的，都是用环保来推销商业，环保很重要，但是你要自己认同，从自身做起，不是立法，是强制。法律拿法律来规范道德，记得我说，拿法律来规范道德，就会造成灾难。法律只能收拾残局。